对，即摆点个搞几万点啊哦。7,400我就贵。哦，啊，这是尾啊，都是一人一顶的啦。一个名一顶。哦，7000外号啊啦哦。7000外号对。哦。我哋这有登记啊，登记好啊，你有登记啊咩？哎，叫警察来找我，你听无？你要生气，那我咧生气，对无？啊，大家若只门厅甲你拍，大家在互相，讲出咧无嘢，搁定咧乱。你在这里跟那小妹讲的哎，伊关伊敢毋断啊？我是这个，歹势。哦，这毋着派真侪人咧断。辛苦辛苦。不要输，发落了，发落，哎，容易，发落了。这个是登记拿帽子。第一个领的。那个有来信奖哈。好，我这边转过来一点，快点，来。快点，快点。大哥，心情安那欢喜不？当然高兴。我说为什么今天拿那么多顶？为什么一次要拿到10顶？因为我们是一个运动团体，不伦不类，所以希望说接下来有一些赛事的朋友可以平安完赛，所以过来帮他们拿这一些幸运的帽子这样子。你登记几点啊？几点？10点。10点哦，从高雄来吗？你拍了多久？没有，我礼拜一就已经先预定了。哎，不要，我操！哦，这头压一个我买，你压一个头，哦，啊个压过来，啊讲会使有点无爱用摕伊哦。看到袂？啊？低咧袂？真的，讲一个小姐哦。无啦。伊讲迄个小姐地酷级的。嘿，酷级。啊，真水水啊，对吧？哎，其实不惯回啊，当然是水啊。哎，先生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先麻烦你一下？怎么样啦？车子啊，因为警察一直在赶呢。拜拜。讲足献奇的无，一点无啊，因为一个感觉足献奇，一个挪威选手造成咱庙的这轰动啊。对，互阮上帝讲咱底下讲咱遮尔兴安尼，咱南北二路咱大家拢来咧参拜。即摆有一个差不多数字讲已经推到几点啊？有到9万点。有，即摆已经9万点。9万点。差不多1万点有啦吼。安尼哦。我今仔出来，介使第一波差不多1000外点，要2000点。今年卡到呢。第一波因为差不多当时就有人在遐排队啊。阮到你是讲来排队要登记的哦？要来领啊！要来领，阮2点开始。嘿，阮2点开始。有民众足早今仔足早来排的。有哦，嘛是有人北部花莲过来，伫遐伊讲伊要等。啊，上远的我倒回来。啊，上远的。上花莲大东嘛。